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熊团长杨雄又搁发作。动物园伫今仔早起开记者会，表示讲，团的杨雄对8月份发作，就毋捌搁举起来，也毋过长，又搁举起来4届，头一届大概是2分钟，后续的3届拢超过1分钟哦。今仔早起团的后骹嘛无法过止力，所以来调整药的剂量，搁继续观察。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熊团昨又搁阳性发作，而且连续4届，动物园透明照顾为伊注射镇定的药啊，互伊摕咧休困。即马团的状况有较稳定，毋过2支后骹袂站力，早起爬起来行路的时阵真吃力。那个镇定剂消退之后呢，他自己就醒过来，只是醒过来之后，我们发现他又有出现10月中旬的时候，他的后肢。就有点不太能使力的状况。今天是有稍微吃一点东西，那也是休息的时间拉得比较长。兽医表示，昨下晡精神甲活力都无啥好，4点41分第一摆发生阳痫，后来晚5点至7点半左右，各小连续出现阳痫的现象。医疗团队持续监测注射了后的生理反应。因讲这回发作的时停，较无2个月前迄摆遐尼久，已经甲中国专家联络。他在第一次4点出发生的时间大概是2分钟就结束了，那后续那3次的时间应该都在1分半以内。那在大陆方面，学者这部分其实也是都是认同我们这部分的做法。动物园认为阳痫的发生有可能因为天气变化，也是困无好，身体无爽快，袂当直接判断是甲脑部病变有关系。目前也是会针对团的状况调整伊的药啊甲饮食。记者麦小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